你今天来的真是时候哦。如果我们回顾这一周，我先用8个字来描绘一下，就是惊心动魄，精彩万分。因为在本周的上半周呢，还能够持续的创历史新高，但是到了昨天，突然爆了一个6400多亿的所谓的历史天量，然后收了一根黑棒。我相信呢，在那个时候市场上呢，可能都已经六神无主啊，非常的慌乱哦。但是呢，我们从成交量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因为昨天爆了一个6400多亿的成交量，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哦整个多头行进的趋势。那充其量只能说昨天的大量呢，它短线上就让这个指数呢先暂缓持续的往上走，那就是换言之呢，就是进入了一个整理。所以短线上怎么看？那就先以昨天这一根黑 K 棒的高低点作为它的支撑跟压力，17428跟17066，大概300多点的距离呢，先作为它的支撑压力。那很明显哦，今天马上就走止稳了，那表示呢，这个就是一个换手的过程。好，那换手过程呢，总是会震荡难免啊，但主要的我们看的是整个大的趋势有没有改变，那没有，所以在这里的操作变成是要小心，但是不用太担心。好，这个是目前整个盘势的看法。那国际的趋势对于国内的这个盘势会有些影响吗？大概过去这段时间，对于台股过去好像美股就是一样的创新高。是的，对。美股现在还是在高档哦，它还是在走一个高档整理的震荡嘛。那如果美股没有很明显的趋势做一个反转，基本上呢，台股它都是很忠诚的，会扮演一个跟随者的角色。所以台股呢也是一样，跟着美股一样，在这边做一个高档的震荡，基本上问题不会太大。整理完之后，都还有高点。大家盘面焦点都是放在航运跟钢股身上。是。这个昨天才是有几档，就是很多档都是涨停的部分，今天就下来，这个到底是这个怎么是投资人要怎么操作，或是怎么样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趋势啊？哦，昨天的航运跟钢铁啊，真的是做大怒神哦，本来是快涨停了，然后就直接的下杀。那这一部分啊，因为它昨天一样是爆了一个很大的成交量，所以短线上看法跟大盘是一样的。它短线上再创高的机会可能不大，所以它会进入了一个整理。但是整理完之后呢，接下来马上5月份就来了。5月份呢有3个重头戏，一个就是公布第一季的营收，第一季的财报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公布4月份的营收。那再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520的行情。所以这些包括航运股啦、钢铁股这一些，基本上呢，他们是从去年第4季以来，凭借着很优异的财报呢，能够不断的上来。所以说，在第一季的财报公布，甚至4月份的营收公布之后，这个都是他们在发动下一波最好的契机。